现在不止超高楼，一些公寓比较低楼层的，假设如果你像场地是安全的话，遇到浓烟关门，然后就地避难，然后打119，消防人员会报你的所在位置，然后让消防员进去把你带出来。从市长上任到现在，总共花费了9亿多，相关的救灾车辆消防车有99辆，相关的救灾车辆达到222辆，明年还有2辆的云梯车会启用，包括明年的总共有7辆的云梯车，在云梯车的采购上就已经花费了2亿多了，所以在这个可以证明说，市长对消防救灾设备的更新、替换方面是非常的照顾，希望这些设备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够及时发挥它的作用。它是我们市场任内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云梯车市场任内总可以汰换了5台云梯车，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采用我们瑞典大厂的全新底盘这些安全装置包括 AEB 的自动紧急刹车跟我们车侧的稳定的部分平台负重的话可以到达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这台就是更偏向于有电脑辅助控制，在操作的顺畅度之类的，就是比旧的311车还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无人机然后我们的消防机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载相关的我们的热显像仪，可以从空拍监视我们火场的温度，还有我们的消防机器人也是有搭配我们的热显像仪跟我们的五用气体探测器，可以探测我们现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还有结合我们的 AI 的一些辨识功能，可以辨识我们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们山域救援的人像，这些都有透过一些 AI 的科技来做结合。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启用云梯展地护家园，卫星火柴天力器。为了因应这个新形态都市的高楼林立，消防设备高空救火或者高楼救火的时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装备。我们特别斥资3650万来购置52米高的云梯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所以说面对将近16层楼高楼的火警是可以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应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市民朋友们要做好消防意识，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内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用火。有好的装备，有好的训练精良的人员，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民众要有消防意识，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六时间嘅欢收看5月21号嘅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台南市目前业务安南甲生化2位鸦片市场，市府为了提升多在效率甲符合现代化卫生标准，规划将安南场业务整变到生化场。不过目前1147万的设计减作费，究竟当时发包？后续的工程经费在伫倒？落户议员区兆生伫总集村持续关心。议员区兆生伫总集村关心安南区洲南大安活动中心的工程进度，以及新顺桥因为设计相关恐惊影响通行等争议，甲市府交换意见。另外，面对安南鸦片市场的清刷议案，不管地农、消费者甲附近的民众，拢相当在意。议员面对各界压力，嘛持续追踪搬迁的时程，提出目前1147万的减做设计费，究竟当时发包？后续的工程经费搁伫倒？要求市府提出具体进度。恁赶紧迁移了，遐因安南病院嘛，搁要因继续做遐。因的运用，赶紧，制定行程啊嘛，是，赶紧处理好势好无？我知，阮这进度会来努力好，议员报告迄个所在，咱有亚太棒球训练中心，有历史博物馆，有安南病院，所以一个鸦片市场伫咧遐，
是开始有甲附近的景观甲社区冲突的。哦，但是都因为讲伊的肉品市场是上早来的啦，所以咱就是讲要签署的时候，嘛要兼顾到民众、甲消费者、甲猪农因的权益，所以咱个即码你等你积极来处理。对啦，你嘛要顾虑到住户哦，遐住户一个因遐一个钟头，对啦，因拢忍受足久。本地400-500户，即马4-5千人，未来可能迄里会上侪人诶。哦，你爱看遮住户诶生活品质，哦，生活水准嘛爱提升啊。接选议员进一步关心警察局现地无使用的厅舍，包括安南区古海南派出所，认为位置真好，囥咧偏远相当可惜。对此，警察局表示已经移交文化局管理，后续将成为大港艺文团体创作甲展演的空间。台南新闻军籍张素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山区公所计划伫东山运动公园边大约900坪持有地兴建光电室内亲子游戏场，不过赶伫2020年10月动工以后，经过将近4冬，连一个影子拢无，嘛互乡亲做失望。对此，议员沈家宏伫总集村雄雄唱起单类的歌曲有影无，用苦诉方式来询问体育局长到底到要去。面对柳营双营桥南边往仁爱路真需要拓宽的进度，以及新营乌干线河水下水道工程要拼治水，议员沈家宏伫总集村表示，这拢毋是选举讲大话，而是长期争取要彻底解决地方的问题。指会中讲到东山对2020年10月动土的光电室内亲子游戏场，到今却连一个影子拢无，互乡亲真失望。对此，议员雄雄唱起歌曲有影无，用苦诉方式询问体育局长，借此凸显政策缺失。一时雄雄忽然间，毋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影无？到底这个工程会完成无啦？有啦，即马有咧，已经顶一届吼。有甲公所这边讲啊，即马计划书提出来，提出来吼，阮是希望讲吼，会当哦做一寡比较适合当地的啦。例如讲，我知道我们第一期经费有进来嘛，但是一直围起来，民众一直没有感受到它的进度啊，哈。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公所提出，我们的规划跟我们第一期的设计相差甚远啊，哈。所以民众的期待真的落差很大。我们第一期经费是900吗？还是多少？对，900万。900万嘛，哈。900万。那后续呢？第二期，一期什么时候完成？第一期可能在6月份就会有一个即将到来了哈，6月份有预计啦哈，是6月份会来完工嘛，会顺利啦哈。民代伫即阵唱歌见仁见智，伫地方议会甲立法院拢有，不管是为了凸显施政缺失、口说实事，甚至是为了抗议创作俱佳，当然当表达心声，达到为地方争取经费解决问题上界要紧。台南新闻军籍张素维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伫520就职2周年宣布，将推动0到18岁成长基金，每个月补助5000块，引发台南议会国民党团感谢赖总统提向对白发言。对此，议员陈秋红伫总集村嘛提出关心，期待台南伫财政稳准，对着继续予爱加码补助。李市长黄伟哲则认为，该议题是总统为了解决少子化全面可能的政策，会全力来配合，只是袂当沦为政党的操作。议员陈秋红一开始总集村感谢赖总统为了解决少子化冲击，宣布推动0到18岁每个月补助5000块育儿成长津贴，来询问市府的态度，嘛进一步希望伫台南财政许可之下，许可给受理后可以当加码补助。对此，市长黄伟哲表示，中央好的政策，地方一定是全力配合，只是希望唔通沦为政党选举的操作。市长，我们现在总统提出一个对未来育儿有很大的帮助，就是0到18岁政府一起帮我们养。
那本来是0到6岁，我们现在扩充到18岁，每个月5000啦哈。那未来市长，我想这个政策是好的，对少子化的冲击会有所帮助。那我们市政府这边未来会不会全力配合总统的政策？我跟议员报告，先跟你报告答案了，一定会了。好，这是第一个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会全力来支持，而且听总统的讲法，应该也是中央要实施。那地方政策在行政上一定全力配合，而且很重要的是，你也知道说，后来就有人做这些政治操作嘛，说什么谁跟谁封啦，或怎样谁实现。我跟您议员报告，许愿容易啊，实现难啊。好，这个我知道啊。然后那个说话讲这个说话容易做事难，因此这个我昨天对于有一些人做政党，有一些政党或有些个人做一些政治操作，我是觉得心里面都暗笑，因为如果是这样子行共行牙，那还得了？因为总统应该是经过全面的考量，我想我知道，其实市长我们都知道，那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不是讲的人厉害，是后来实施人才厉害啦。对啊。另外，对台北爆发鸟鼠疫情，需要各县市嘛陆续发现鸟鼠的威胁。对此，议员陈秋红要求卫生环保相关局处面对汉他甲伊波拉病毒的全球警讯，一定要提早预防。希望市府做好病毒的检验，虽然鸟鼠无法度完全消灭，不过要控制数量，监控疫情。台南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台南北区1站曾经在地免费到处陪伴弱势长辈行过孤单，今年已经满19周年。21号伫小康社区老人休闲活动中心举办感恩茶会，邀请群里幼儿园的小朋友甲长辈同乐，包括区长甲这位民代拢共同出席，场面相当热闹。伫个群里幼儿园小朋友活力的舞蹈表演，为华山北区1站19周年的感恩活动带来热烈的气氛。现场包括北区区长潘宝书、议员陈义丁、柯志春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助理、参选人，嘛拢到场出席，场面温馨。那首先也感谢华山基金会对北区的照顾对一些失医失智、失能的长辈给予很多的一个关怀让大家觉得说，咱伫个生活当中是一个温暖的社会啦所以今天是我们华山基金会在这里的一个19周年庆在这边也代表黄伟哲市长感谢我们基金会的付出，让这个社会上感到是这一份的一个温暖融入每一个人的心中。那最后呢，也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所有的长辈呢都能够心态健康吃饱的。华山基金会台南北区1站曾经在地，伫个站长刘婉婷带领志工，提供免费的到厝陪伴超过380位的弱势长辈，行过孤单。到今年已经满19周年，上午选伫个小康社区老人休闲活动中心举办感恩的茶会。现场当地北门里长徐亚青对着华山基金会付出嘛表示感谢。华山北区1站19岁了。华山基金会台南北区1站深耕在地已经19年了，我们免费到宅陪伴了超过380位的弱势长辈走过孤单。为了感谢长期无私奉献的义工与善心人士，我们今天在小康社区老人休闲活动中心举办建善19周年感恩茶会。接着，长辈跟善事还有义工贵宾们会共同切盖大蛋糕，一同庆祝北区1站19岁生日，一起欢度温馨的母亲节。北门里的话，它的中低收跟独老都是北区第1，那也很感谢说，除了我们公家单位能够来的协助之外，其实很多民间单位，那特别感谢华山基金会，它其实针对我们里内的一些独居的一些长辈或者一些弱势的长辈，我们只要提出需求，它只要都不遗余力的来帮助我们，那或者我们一起想办法，那其实说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强大坚强的后盾。基金会选伫温馨的5月，虽然无亲切度过。不过现场嘛特别准备一个大鸡卵糕，共同甲长辈来分享。现场基金会嘛特别颁证感谢状，感谢善心企业共同参与甲着赞助，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善心团体来响应。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
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免飞泰国，伫台南买当感受在地泰北的风味。位伫台南后火车站的5星级饭店，对今仔开始邀请当地2位总铺师来饭店推出清迈地上泰北风味的主题餐。每道菜拢是代表性的料理，想要试滋味的民众来把握机会。这届客座的2位主厨，一位拥有超过21档的厨艺经验，当年专注伫泰北料理的主厨吉达那林吉菜，伊的料理风格讲究烹调的赞处，甲着传统的工序。另外一位主厨沙西彭恩米，这是曾经伫米其林2星的餐厅，专门以着现代餐饮的美学，重新来呈现传统的风味。2位主厨，一个传统，一个当代。互相来弥补，嘛互整体餐饮体验伫在地甲热情地感之间取得互相的平衡。泰北的菜色跟泰南的菜色，泰国北边跟南边的菜色最大的差异性，北部的菜色会强调酸、甜、苦、辣、咸，那个苦味呢会被要求会强调出来，这5个味道要能够表现得很平衡，才是泰北菜色的重点。另外一个重点，泰北的菜色辛香料的使用呢会比较强，但是呢辣味比较温和一点。泰南的菜色呢辛香料比较弱，但是辣味会比较强。饭店表示，这届菜单的规划主要以泰北清迈的料理为主。向外延伸到泰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菜色，推出期间只限定到5月27，想要品尝的民众爱把握机会。我们这一次的清迈直送泰美味从5月21号到5月27号。这期间的午餐跟晚餐会为大家献上我们的经典的泰式料理由泰北一直到整个泰国，还有国际榜单推荐的菜色，都在这期间供应了。那这一次呢，会由我们的双厨来客座，也就是我的右手边的双厨，那由他们亲自带来的经典的料理。那精彩的菜色也由我们刚刚的行政主厨 Rez 为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欢迎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只到27号而已哦。清迈地上泰美味限定的佳肴，对今日起到5月27，每天的中昼暗顿时段来轮流供应。除了泰式的主题料理以外，另外嘛同步供应中日式、意式甲着印度的料理，以及海产、甜点甲饮品等丰富的餐点选择，希望会用打造一站式的异国美食的体验。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今年母亲节伫家人义和里有一场真特别的婚礼行大步，邀请69位妈妈西装打扮，再次穿上婚纱长衫来回忆少年。为人是夫妻做伙，毛查某囝甲新妇友好，带90岁妈妈来同乐，也有厝边隔壁做伙参加的，共同留下幸福的回忆。95岁，掌声鼓励！95岁奶奶披上婚纱，走红地毯，接受众人欢呼，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今天我最美。今年的母亲节，信义区义和里举办一场特别走秀活动，活动吸引了69位高龄者参加，妈妈们一早就来梳妆打扮，兴奋到藏不住。是不太一样，今天最幸福。老婆很高兴很幸福。我们大家穿这个婚纱就感觉很好，身材又漂亮，容光焕发，然后又美丽动人，很开心，穿得美美的，然后又变得身材非常好。但是早期的时候穿的婚纱比较没有这么美。上一回穿婚纱已经是45年前，也有夫妻同行，让感情加温。45年啊。第一次穿婚纱，还有第一次一直要求我老公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老公很棒啊，一下子就答应了，他很爱我，所以我很感谢他。有啊，很漂亮啊。对，真的今天特别漂亮。女生很想，但是男生都却步，几乎男生都在却步，好不容易给他游说，我说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纪念嘛，哈，因为我们每个年龄都有纪念嘛，比如小学啊、高中啊、大学啊、结婚啊、生子啊，这样也都来照个相片，也都不错的，好。也有母女档走秀，媳妇和婆婆穿上华丽衣服，一起走红毯，接受众人祝福。女性不要因为年纪不管年纪短我们都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这是女性要有自信。那现场有看到95岁、96岁的阿嬷，然后再度的披上婚纱，他们的心情非常的高兴跟喜悦。那也有母女组，然后姐妹组、闺蜜组，然后大家都很欢乐。其实化妆只是一个让自己可以再更有自信，但是女生的美是来自于内心的美，可以让自己更漂亮。如果每天都让自己保持得非常开心，每一天都是母亲节。一般人庆祝母亲节都是单纯的吃饭聚餐。信义区一和里邀请里民来一场特别的婚纱走秀，要让大家留下美丽的照片和回忆。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受到战争影响，机票起价嘛，和出国费用加足贵。对此，台北捷运公司特别举办第1届旅游嘉年华，邀请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业者共同来参加，希望借着国际美食的气质，加异国的风情表演，让民众免出国，就当感受当地美食加特色文化。下面头个镜头，咱做回来体验。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外交部亚太司总领事张淑玲与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赵少莲等人共同启动下，第1届新中山美食旅游嘉年华热闹登场。北捷公司特别邀请20多家国内外铁道、缆车友好伙伴共同参与，将新中山现行公园打造成国际美食旅游及文化汇集地，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沉浸于异国美食及文化氛围中。借着今天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就可以吃，这里就可以玩，然后也可以透过他们的安排到日本去吃，到日本去玩，到韩国去吃去玩，还有到新加坡。我们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结合我们新中山现行公园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希望带给大家各种生活和交通的一个体验。这次新捷运有新捷运扭扭乐哦。大奖哦。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到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等摊位市集，向国际友人致意，并开心地玩起扭蛋、摇滚轮。蒋万安表示，跨街大同及中山区的新中山现行公园被英国杂志评为全球最酷的街区之一。北市府将持续推动往南延伸，希望一路连接到台北车站，为市民朋友提供更便利的行走空间。就是希望让所有市民朋友可以感受台北的魅力，享受在新中山周边附近的美食。我们不只是有传统小吃、异国料理，还有很多富有魅力的小店，都隐身在我们的巷弄之间。二方面，新中山这里也已经是英国《Time Out》杂志评选为全球最酷街区之一，所以我们持续打造更宜居、更友善的环境的同时，我们相关的工程也没有停下脚步，包括新中山往南延伸的工程，为期2年我们完工，所以未来南侧一直往桃园西路，接下来连接到台北车站，我们希望能够一路甚至到台北车站，甚至未来 C1、D1， 我们都希望提供给市民朋友更便利的行走空间。蒋万安也到最近刚在新中山商圈设置完成的户外负压式吸烟室视察，并分享这项创新做法很获国外游客肯定。
北市府将持续努力，希望打造公共场所无烟环境。刚好碰到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外国朋友，他来台北旅游，我就问他，对于这样的设置，他有没有什么建议？他说非常好，在菲律宾他们没有，他也希望把这样的概念带回。同时，他也觉得我们整体的设计，包括过滤以及还有冷气，等等，还有相关的标示指引都非常清楚。那我也告诉他，我们这初步设立，我们希望持续收集各界的意见。除了好玩又好吃的市集外，4天的活动还有舞台表演及有奖征答等，吸引许多民众前来互动体验。北捷方面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国际交流，与日韩、新加坡等国外轨道同业缔结友好协定，透过更多元的观光交流与合作，促进彼此间观光旅游及文化产业发展。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港陆运中心启用2年以后，最近传出招商成功的好消息，也是群楼的商业空间确定由知名酒店加免税店公司进驻经营，对使用后地方相当的期待。未来除了服务国际邮轮的旅客，嘛当带动亚湾区的观光。银灰色流线型的建筑坐落在高雄港边，远看就宛如一条巨型金鱼一般。这也是高雄港旅运中心启用多年后，已经成为高雄港的重要地标。而近期这里也传来了招商捷报，群楼的商业空间已经全数完成招商。地方居民听闻消息后，也表示相当开心。因为我自己也搭过邮轮在旅运中心搭了一次，我发觉它的商店啊，或者周遭好像没有那么 OK。那现在旅运中心有进驻以后，能够以后就不用到基隆去了，当这边为当母港，我相信中南部的人搭邮轮旅游是一个蛮好的享受。高雄港旅运中心的整体规划分别为15层楼高的办公塔楼，以及6层楼高的旅运群楼。虽然已经营运了3年，但是内部的商业空间规划历经了多次调整，如今终于确定由诚毅酒店与鹏坊公司进驻经营，包括这周遭整个轻轨它就在门口，我相信比日本还好，日本还要搭车出去。来我们高雄，我们只要到旅运中心，然后搭轻轨，就整个高雄市就可以整个游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这个旅运中心的邮轮的航次还是在处于一个上升成长期。那其他邮轮还没靠港的时间呢，这些商业服务设施它还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来客，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建议说，群楼的这个商业服务设施，它的定位啊，它的旅客定位还是应该要设定在来高雄的观光客以及高雄市的市民为主。两大业者进驻后，除了可以提升国际邮轮旅客的购物与休憩体验，市议员也提醒，未来招商内容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免税商品，也应该进一步结合高雄的特色品牌与在地特产，展现城市特色。例如说餐饮的部分，可以去强调它的独一无二的景观。那针对市民朋友呢，是否提供一些优惠来吸引大家，那来增加它的来客数？那免税商店的部分呢，虽然说是招商出去，但我倒是觉得有点可惜。其实邮轮上面就有免税店了，所以你要设免税店也不是不行，但免税店就是只有国外旅客持外国护照的才能进去逛。那而且你里面设定的商品到底是免税店常见的一些精品啊、烟酒等等，还是说你应该要去设定说在地的高雄的精致的这个物产馆的这样的一个设定，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合适。随着商业空间完成招商，高雄港旅运中心的机能也逐渐完整，未来除了服务国际邮轮观光客，也有机会结合周边亚湾生活圈，成为兼具观光、休闲与日常消费的新据点。解说君高雄报道。感谢收看5月21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柯文杰，咱再会。
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